呢間房有窗，洗手間係名廁，浴室帶有浴缸，浸浴就非常舒服。工作平台可以做啲曬網嘅工作。第一個房間有床同埋書台對住，係獅子山嘅景觀。有呢3張床咧就新嘅，書台、床，呢3張都係新嘅。獅子山嘅景觀。呢張有舊嘅，呢3張。第三個房間有角窗，有雙人床，非常光猛，對住係開陽隨浴嘅早餐。兩年一日。主人套廁係名廁，帶有浴缸。主人套房有雙人床、書台同埋衣櫃。呢邊有角窗，非常光猛，對住係開陽隨浴嘅獅子山。飯廳可以擺到6至8人飯台，亦有氣窗。廚房係梗廚，有爐頭、抽油煙機、雪櫃、洗衣機。客廳一邊可以放梳化，另一邊可以放電視櫃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對住係開陽隨浴嘅獅子山。如果各位想睇呢個單位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大王李高，多謝大家。